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4月20日至2026年4月24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近期港股走勢主要係受美伊局勢發展所左右，隨住美伊兩國達成協議嘅機會大幅增加，加上伊朗宣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，所有商船可以自由通過，中東局勢出現明顯緩和跡象。以嚟雙方亦停火10日，雙方都展現談判意願，市場預期停火協議有望延續。特朗普亦表示，美伊有望達成永久停火協議。呢啲正面消息帶動全球股市氣氛改善，港股亦跟隨美股出現反彈。雖然短期內正式和平協議仍然需要時間磋商，市況可能會出現拉鋸，但整體地緣政治風險已經明顯下降，為後市營造較為有利嘅環境。技術面上，恒生指數上星期五雖然一度跌穿100天線，但美市跌幅明顯收窄，最終收報26,160點，成功守住26,000點重要心理關口，全日下跌233點，成交額達2380億元，資金淨流入增加至170億元，顯示買盤仍然有一定承接力。目前恒指已經重新越過所有主要平均移動線，技術走勢出現轉好跡象。只要買盤態度保持積極，大市有望進一步向上挑戰4月份新高。下周如果可以穩守26,000點轉化而成嘅支持位，就有機會嘗試26,800點水平。不過，短線投資者仍然要保持謹慎，因為26,300點附近仍然存在一定阻力。中國2026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5%，較去年第四季加快0.5個百分點，優於市場預期，為整體市場注入樂觀情緒。環球市況方面，美股近期強勢表現，亦有望帶動港股接力上升。不過，港股科網股表現仍然遜色於美股科技巨頭，主要受內需疲弱同競爭壓力影響，盈利增長受到限制。市場炒作重心已經轉向中小型半新股、人工智能相關股份，以及 PCB 同光通訊等板塊。整體反彈趨勢雖然尚未結束，但預計升幅會比較溫和，投資者要留意板塊輪動現象。儘管目前氣氛轉好，但仍然需要警惕全球股市經過一輪不合理急升之後，可能出現技術性調整嘅風險。本週初大市曾經出現先升後回，其後連續幾日回落，反映短期獲利回吐壓力仍然存在。另外，戰爭權力決議授權美國總統嘅60天期限將會喺4月底到期，加上布殊號航母抵達中東同地面部隊調動等因素，戰爭風險仍然未完全消除。如果談判消息出現停滯，市況可能會再次波動。綜合嚟睇，短線而言大市仍然有反彈空間，但投資者唔適宜過分進取，應該採取謹慎樂觀態度，密切留意美伊和談最新進展，以及26,000點關鍵支持位能唔能夠守住。